踢卡套。Tesla FSD 致命車禍賠咗錢，但件事未完。2023年涉及全自動駕駛嘅致命車禍，官司已經和解，不過聯邦調查仍然進行緊，自動駕駛安全繼續受關注。哇，仲查緊，自動駕駛真係仲有好多問題。Apple 唔玩 M6，直接出 M7 AI 大腦。Apple 打破慣例，跳過高階 M6 晶片，直接推出 AI 優先嘅 M7 系列，唔再玩傳統升級路線，全面擁抱人工智能。咁都幾破格 ，AI 真係大趨勢。OpenAI 被迫暫緩 GPT 5.6，但佢話唔可以長期限制。OpenAI 應政府要求，限制咗 GPT 5.6嘅應用範圍，但強調呢種干預唔應該成為長期默認做法，否則用戶同開發者就用唔到最勁嘅工具。政府干預同科技發展真係永恆矛盾。俄黑客盜走 JLR 25億美元，近年最嚴重。去年 Jaguar Land Rover 遭到俄羅斯黑客入侵，損失高達25億美元，係近年最具破壞性、損失最慘重嘅黑客事件之一。25億美元真係好誇張，網絡安全唔可以忽視。SpaceX Starlink 手機服務美國上線，挑戰傳統電信。SpaceX 計劃喺美國推出 Starlink 流動電話服務，測試可唔可以將衛星互聯網變成面向大眾嘅手機生意。衛星電話仔唔知覆蓋同質素如何呢？ Framework 10G 以太網模組暴露 USB-C 魔鬼細節。Framework 推出10G 以太網模組時，發現 USB-C 接口嘅技術複雜度遠超預期，揭示咗呢個熱門連接標準好多隱藏問題。USB-C 睇似簡單，原來隱藏咁多坑，真係要小心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